我做人生呢，怎么是比个样大些个有了？对呢，弥补个样大。我去先讲呢，你们是比个样大些有了，对呢，弥补个样大。泽柔怒放于青藏高原的一朵珍奇之花，是流行在安多藏区的一种以歌代舞的民间艺术表演形式。色彩斑斓的泽柔记载着不同时代的历史缩影，令我们感慨万千，用心鸣唱。灿烂悠久的泽柔讲述着不同地区的民情风俗，令我们惊叹不已，源远流长。啥里有东就是去比能吧，分大人吧。这是个跟着拿吧。怎么对路呢？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好的，这帮那吧，俺那同的东镇吧，都是写的不严呢。俺别人个东镇吧，没垃圾呢。我是主持人杨磊。这帮那吧，大那吧做年纪岁等，现在个顿顿就是办的呢。错错我这个人兄弟的公户中，而个你的是讲这个年轻剧的比，俺的这个工作是不当不的，弥补个样大西巴的人。为积极响应习近平在19大报告中提出，要坚定文化自信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，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，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精神，
增强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。由共和县人民政府主办、共和县文体广电局承办、海南州电视台协办的共和县首届安多泽柔专场晚会正式拉开序幕。俺错亚路尼起的米比俺错了个样大些在有了，但那俺自卡里这是难谈比，而个里这卡这个等么的人呢？俺错为生你起的，米比俺错了个样大些个能有了，但那俺错那些说什么那的位，而个这个样是错些的人。但那俺给这里个了啷有了，但那理解差别主拉什么有了，但那弥补个样大，但那逻辑就展能。一曲曲奔放悠长的乐曲，是我们今天晚会簇新的旋律；一首首淳朴率真的泽柔，是我们今天晚会主题的张扬。今夜，我们将在鲜花和掌声中与泽柔共鸣，享受它赋予我们的无限春光。今夜，我们将在永恒的歌声中与泽柔共舞，宣填它激励我们的生命畅想。吃了
的那弥补个样大，的那马怎么这个样大？的那个拿灯个样大，的那这个样大。个样大的看的逻辑就打根的有了，没去有个就的有了。个样大的个东的，所谓这个灯啊，做这娘能的有了。个样大的为啥？那入就截图灯，灯入就人图的有了。的那个拿入这多久了算不是个？的那灯入就两12是个。的那弥补个样大，的那个拿灯个就去。
日你过，昨日你过，弯曲又凄美耶。你呀你过，你呀你过，弯曲又东家耶。今日你过，今日你过，弯曲又他家耶。不知你过，不知你过，让死女家我耶。苦啦啦塞，苦啦啦塞。啊塞，多卡拉真啦耶，昨日你过。昨日你过，花又花美耶。你呀你过，你呀你过，花又大美耶。有知你过，有知你过，花面大车耶。次日你过，次日你过，让死女家我耶。苦啦啦塞。苦啦啦塞，啊塞，马文莫尼拉耶，昨日你过，昨日你过，马扎有那美耶。你呀你过，你呀你过，马着有人吧耶。有知你过，有知你过，马着没嘎家耶。是日你过，是日你过，让死女家我耶。苦啦啦塞，苦啦啦塞。
个样大的米币个样大，的那里是更个样大。个样大的真个样大，的那瓦苏个样大。怕给这这类个样大的，俺错了地送个绝对的有了。个样是姐姐比个样大的，俺错了中间这个地方咋了用？的那落地这个别人这个样大些个。的那一了什么这些比汤钱这个样大些个？的那米布个样大，的那瓦苏个样大。
참바시야 종도시야 그란조 라선저 차우 코라시야 종도시야 그란조
Tingu makan sakar muri lan yalan limalo Sayır dina chiyari lan yalan limalo Lari ya Siri gaya dolan limalo
这让我爬起的学的，没比我的年比多了些钱用。这样着30岁这怕那么多些的，没比我的也可以年老些钱用。但那俺做爬起么这个难做比个容他一呢。但那俺做怕那么这个大肉里少大人，但那弥补个样大，但那终结这个样大。都
영원히 나랑 같이弥补我样大的第三个那结尾我样大人。米比个样大的，但是米拉是个比个样大人了。这上次为中国南巴等使用的个人看的，错过我这个人中克的公会中，这里历史讲这个年成节的位，俺们的这里工作干不等不的，弥补我样大西巴，大大永生这个做发言。一个故事寓一首歌，一段情感铸一首诗，一段记忆牵一生缘。泽柔是道不完的真爱，永不完的情。今夜我们展开歌的翅膀，让永恒的泽柔像雄鹰一样自由飞翔。今夜我们飞舞新的旋律，伴随着永恒的歌曲，尽情地在夜空下悄然飞扬。朋友们，我们的晚会也在这乐曲声中落下了帷幕。他俩是我给这的这个比第六三的，是我真这个真的俺领这个啊，那这先真的俺领这的扎起个。他人若通过西里派啦，用新个逻辑来看，没理解才说到阿东大派的抓起个，抓起的那个潘森是不是错？朋友们，再见。